你会用这个吗？这个我就是开麦克风的。喂，123，麦克风开始，123，大声一点。喂，123，嘿，这两支对，好，123，好，就这两可以了，好，先这样子啊，那可以，123，好了。谁的？祝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今年咱今仔日是最后一个礼拜，一年年尾就要过去。咱会情练诗，咱先来锻炼圣诗381首，日月如梭，那水得流。咱先请司琴来弹一摆。咱自头至尾唱一摆，4节拢来唱吼。来，最顶来。咱请 PP 甲咱放即个第3节的歌词，咱来，这是第3节吼，第3节的歌词。这时我心真正忧郁，家己歹话得着救，世情迷乱，路途弯巧，等今年年边过了。咱念伊唱的时，也小注意一下。煞接咱来锻炼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相款咱4节拢来唱一摆。
今日这边平安。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伫礼拜开始进行备办先来今仔日的礼拜，所以伫礼拜开始进行前，大家将家己的手机先关机。请走到。
雕花、尊大、能力、阳光、德性、威严，拢是你的；凡那伫天顶地的，拢是你的。雕花、国也是你的，你是至高最万有的头。这是咱来用圣诗第381首，日月如梭，海水在流。请评委大家起立来用。请议员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宣告家己的信仰。请坐。是咱同齐来启用，请掀开启用文的第39篇。咱同齐来启用。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要阁有死心，也无要阁有哀伤、嗷叫、痛痛。坐伫座位的讲，我换身万面。阁甲我讲，已经食啦，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成接这个。这是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天父，你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真神。阮带着敬畏甲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懊恼甲感谢。主啊！今仔日是2025年上尾一个主日，
当阮回顾这一年，阮深深知影，若毋是耶和华的保守甲帮赞，阮实在无法度行到今仔日。亲像圣经所讲，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感谢主，过去一年对阮的看顾，伫顺境中，伊互阮学习感恩；伫困境中，伊互阮学习信靠。感谢你，逐日赐阮教养的美娘，互阮有气力生活、做工、顾家庭，也互阮会当搁伫主日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同心合意敬拜你、学习你。总是主啊，伫年尾的时阵，我也甘愿谦卑伫你的面前，省察家己。有时阮的心偏离你，有时阮骄傲自大，无愿意完全遵趁你的旨意，拢恳求你来赦免。阮深知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当阮认罪悔改，你要洗净阮一切的不义，求你使阮清气的心、正直的灵，互阮重新得到力量，来行你所喜爱的道路。主啊，这是阮也特别为着最近社会中，互人心痛、惊吓的暴力的事件，你来祈祷，恳求你亲自来安慰受伤的家庭，以及众人惊吓、不安的心灵。愿你的平安临到人的心，带来悔改甲盼望。阮也为着昨暝大地震所带来的惊吓甲不安，诚心来向你祈求，互社会重新得到安定，互人甲人彼此扶持、彼此疼惜。愿你的爱甲和平，医治即块因为地震受伤的土地。照你的应允，上帝是阮多闪的所在甲气力，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愿你的平安临到每一位需要安慰的人。主啊，我也特别为着阮的教会来献上感谢，感谢你保守咱到教会今年的整洁甲工程会当平安顺利完成。感谢你赏赐智慧，伫所有的决策中间，赏赐合一，伫全教会的兄弟姊妹中间。愿这个翻新的圣殿，毋若是外表的整洁，搁较是众人心灵得到更新的所在，诚做敬拜你、见证你、服侍人的所在。主啊，当新的一年要来，阮将头前的日子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知影，毋是我靠家己的才能，但是我靠耶和华逐项的工才会当成就。求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伫新的一年活出信心、盼望甲忍耐。求主，你继续赐予阮教会一切的事工，互教会建立伫主耶稣基督稳固的根基顶面，诚做即个世代的光甲盐，用听、用真理、用行动，将盼望带到人的中间。主啊，我也为着今日还未来到你圣殿的人来祈祷，恳求你照逐人的需要施恩帮赞，因为阮深知耶和华是阮的牧者，阮无欠缺。即时，阮也要同齐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
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来看圣经。今日圣经节有3段，第一段是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4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细囝，恁是对上帝来，搁已经较赢因，因为踮伫恁的较大踮伫世间的。第二段是罗马人书的第5章第8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请咱会痛疼，因为咱要不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第三段是伫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11节。我讲安尼，毋是为着用无够的缘故，因为我已经学习，无论伫什么境遇，无毋知足。圣经节看到遮，只是请圣歌队来带来今日的学录。
讲道的时间，请本堂的导牧师，伊的题目是比世界较大。喂喂，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昨暗有地动，有惊着的请夜笑。昨10点半到会结束了后，我转去厝，洗身躯了后，想讲来改一个讲道片，忽然间地动。我对车房冲出来，牧师娘伫房间冲出来，然后甲我讲去换衫安尼，想讲我毋是探体哦，我是有穿睡衣的。然后我伫四界伫找我的衫的时，忽然间继续伫地动，后来伫地动的中间，牧师娘就大声伫祈祷，然后我就找到我的衣服了。伫穿的时，后来就慢慢停落来。我们的小狗忙忙忙，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有一摆地动，有一间办公室伫35楼，伫规个办公室地动的时，全办公室的人拢进入末日的模式啊！迄个灯在摇，桌子在甩，办公室内底有人伫尖叫。很多人就到处去找，躲在那个逃生门口。有一个弟兄就躲在那个会议桌的下边，脸色苍白，然后一边颤抖一边说：“主啊，主啊，你在哪里？”然后他说：“主啊，主啊，快来我这一边，这边比较安全啊。”对动了后，大家都在笑他说：“你刚刚邀请上帝一起来避难吗？”他愣了一下说：“对哦，上帝不怕地震啊，其实是我很怕。世界有真侪亲像地动一样真恐怖的代志，把我们压垮了。真正徛稳、徛在的，毋是迄个桌仔骹，是迄位踮伫咱内面的上帝。”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记载，新的台语翻译做“少年朋友，恁是属上帝已经较赢因，因为踮伫恁内面的圣神，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搁较强大。”我是讲下一章。下一章，再下一章。人的一生的中间会拄着感觉惊吓的代志有够侪。人一生的中间可能烦恼无钱，惊讲互人死头路，惊囡仔出代志，烦恼讲身体出状况。对未来无确定，烦恼别人的眼光，嘛惊讲家己无够好。基督徒所面对的惊吓，无一定比别世间人较少。咱嘛共款是活伫逐种的压力的中间，不过无共款的时。咱毋是家己一个人来面对尔，因为上帝已经甲咱保证讲，踮伫咱内面的圣神，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搁较强大。外在压力所产生的惊吓，会影响人，毋是因为压力还是惊吓真厉害，原因是因为咱袂记哩。
全能的上帝已经踮伫咱内面，所以咱毋是靠人的气力在勉强，是上帝的同在，加做咱内面的勇气。当惊吓临到咱的时，咱毋是干那直直咧吞忍，咱嘛会当用行动来对抗。你会当掀开圣经大声宣读上帝的话，来面对内心内的惊吓，讲我无搁惊吓，因为上帝的话宣告我已经得胜。这种的宣告，毋是自我安慰，也毋是自我催眠，咱是在宣告上帝话语的权柄。圣经讲，若依靠耶稣，咱会当得胜，而且得胜到有剩。意思毋是讲尔，嘛毋是讲人生的中间无半项的征战，是征战开始进前，结局已经决定，好亲像一场已经知影结局的比赛。看比赛的人伫过程的中间真紧张，毋过咱游玩会当安心。我前熟识一位兄弟，伊伫公司传出迄个裁员的风声的时，伊心内真惊吓，惊讲无头路，厝内命怎？总是伊决意，我靠主毋免烦恼。伊逐工用积极的经济来成做伊祈祷的重心，提醒家己真正伫掌权的，毋是环境，乃是上帝。虽讲状况无连咪改变，毋过伊的心大声得到上帝的保守，无讲互惊吓气条条。咱可能无感觉，真正是一种享受。不过，知得对抗惊吓，嘛从来无简单啊。所以咱就勇敢。因为当上帝徛伫咱即边，咱嘛决意徛伫上帝迄边。咱知影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安怎得到第一。伫罗马书第5章第8节有记载一个真清楚的转折。英文翻译做 But God proves His love for us。中文翻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世向我们显明了。唯有基督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但是基督。现代台语翻译做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的疼。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读到即个经节，咱会搁一摆得到鼓励，遐短短的几个字，不过，然后基督，唯有基督。即句话可能是规本圣经内底上有气力的转折。罗马书较头前讲出一句人类真实的处境。罗马书形容咱拢是罪人，伫公义的上帝面前，咱应该受刑罚。人爱付代价，罪的工钱就是死亡，说明人类伫真凄惨的处境的中间了后，总是圣经后一句讲，毋是审判，是恩典。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的疼，
咱要是做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伫规本圣经内底，咱一直看到黑暗的关系，人的失败、罪恶的败坏、邪恶者的攻击，人甲人之间的对立，无法度改变的灾难，总是伫即款互人感觉绝望的处境的中间，伫关键的时刻，上帝介入人类的历史。伫无五望的所在写落来一句话讲：毋辜基督。总是上帝透过基督的死对咱证明，伊听咱。了后，人类的历史局势就完全变反过来。罗马书第5章第8节清楚甲咱讲一项事实。当咱要活伫罪恶的中间，无自觉，嘛无气力回应上帝的时，基督已经替咱死。上帝无等咱变好，才来听咱，伊是伫咱真不配、真软弱的时阵，上帝主动介入咱的生命。这个转折就是。但是，基督，这句话不但安慰人的心，实际上也是结束罪对人的伤害，而且宣告死亡毋是上尾的结局。圣经中有一个真真实的例，互咱看见上帝安怎怎样切断。撒旦对人邪恶的计划，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影。伫《使徒行传》第7章记载，列祖就是约瑟的兄哥，列祖怨道约瑟，卖约瑟去埃及，毋过上帝甲伊治理，救伊脱离拢总的苦难。互伊伫埃及王的面前得到稳定甲智慧，王就立伊总理埃及国，以及伊全家。约瑟的故事用人的眼光来看，约瑟真水，约瑟的人生是一连串的灾难。伊互兄哥出卖，卖去做奴隶。给人抹黑、陷害去关，总是圣经无停留伫伊真可怜即款的字。圣经连咪讲，毋过上帝甲伊治理。撒旦本来要毁灭、要消灭约瑟的计划，因为上帝的介入，反转正做上帝。提升约瑟的方法，人掠讲已经结束啊，未来无路通行。上帝伫遐甲伊开一条搁开宽的道路。其实这就是真正是上帝伫咱生命中最工的方式。有时阵，代志会安尼发生。你真打拼伫一份工作，付出几若年，掠讲这份头路就是你一世人的方向。毋过忽然间，可能公司倒掉，关起来，环境拢总伫改变，一切拢去了。你可能会讲惨，我已经一切拢无去啦。总是伫上帝内面，要句有一句话讲，毋过上帝甲你治理。可能上帝替你备办另外一份头路，甚至你毋捌想过。上帝不但替你开门，伊嘛收拾你教业的恩典恩赐。
互你会当胜任即个工作，你会当互你完成连你家己无要相信你做会到的工作。这毋是你真厉害，是因为上帝介入原本想要违背你的计划。有一位兄弟，伊40通一直共一间公司上班超过20年，伊对基层做起的工作真稳定。早就想将这份头路看作伊人生的安全感的基础，所以伊有真好的家庭，囡仔的学费、厝内、家庭的未来，拢建立伫这份薪水的顶面。直到有一天，伊公司忽然间宣布结束营运，迄阵啊，伊的世界亲像倒落来。起头迄段时间，伊逐工困无好，感觉真惊吓，直直烦恼问家己讲，亲像我即款人已经40通啊，敢有机会找到好的工作？敢有人想要请我去上班？迄当阵伊看见的。敢若是人的理会，人的有限，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答案敢若一个尔，惨啊！就伫失望的中间，伊开始逐工用祈祷将一切的惊吓交托互上。伫祈祷中间，伊无随时得到答案。嘛无马上出现新的机会，总是有一天，一位真久无甲伊联络的朋友主动甲伊联络讲，问伊有愿意试看卖一个新的工作无？不过伊完全无经验，连伊家己嘛感觉安尼减好，伊无自信心，惊吓，差一点仔，伊就拒绝了。总是伫祈祷中间，伊讲，伊内心出现一句话讲：你也相信上帝的引带。伊听到一句话，就勇敢踏出一步。真奇妙的就是，上帝不但替伊开门，嘛伫这个过程中间不断予伊智慧甲气力，甚至得到主管的称赞。几年了后，伊回头看，才发现。若无迄段真惊吓的中间的经验，伊就永远无法度体验了解上帝替伊备办搁开看的道路是遐尔啊丰富。亲爱的弟兄妹，当咱干那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结论拢差不多。大家拢是失败的人生，总是当咱愿意邀请上帝介入，人的命运结局就完全改写。民数记第14章有记载一个故事，以色列全会众规暝拢伫提卡。全会众拢伫埋怨摩西甲阿伦讲，阮感觉埃及较好，阮宁愿死伫埃及，嘛无要继续往前行。阮要倒去埃及，敢无较好？伊甲摩西甲阿伦讲。咱应该另外选一个领袖，带咱倒转去埃及。迄时埃及甲阿伦的心真艰苦，一方面真伤心，看到遮个百姓因为惊吓，无要相信上帝的应允；
甚至宁愿甘愿倒转去以前做奴隶的所在，继续做奴隶。这毋是干那对领袖的伤害，嘛是对上帝的拒绝。另外一方面，伊嘛真清楚知影，规定民众的心已经走精，已经失控。即摆全会将出声埋怨规暝拢在啼哭，因知影，伊袂使用血气来回应。伫即款真艰苦，甲毋知影要安怎的时刻，圣经记载，摩西甲阿伦选择用一个动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伊趴伫涂骹伫上帝的面前。这个动作表达出一种真深的信仰。摩西甲阿伦无替家己辩护。嘛无甲百姓冤家辩论，伊将拢总的处境交托伫上帝的手中，拍落伫涂骹，中文翻作俯伏，代表正做领袖的摩西甲阿伦伫上帝面前谦卑，愿意担当代祷的责任，以及相信伫万项事互相运作的中间，上帝有权伫掌管。拍落伫涂骹，毋是干那一个姿势上的动作尔，搁较是一种属灵的宣告，代表我承认家己有限，我承认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代表我决意，毋是靠血气，毋是听大多数的人的声音，是将拢总的局势交托互上帝的手中。伫规本圣经内底，咱一摆搁一摆看到拍伫涂骹、脸伏于地的画面。逐摆拢差不多是伫人行到尽头，无路通行，面对绝望的时发生。兄弟姊妹，咱会当想看卖，当时全会众甲摩西阿伦，若迄天是全部的以色列人拢愿意拍伫涂骹跪落伫上帝面前。毋是干那会晓埋怨、咬念、怪罪别人，这段抗疫的历史，皆袂可能完全无共。真可受，圣经记载，百姓真无用，伫感觉家己真可怜，无用伫埋怨，无用伫互相讲负面的话。无用伫怀念埃及时代的捆绑。当一个人无要敬拜上帝的时，伊就会不知不觉的中间去敬拜家己的感觉。若一个人无习惯拍伫上帝面前，伊就真容易互环境来绊倒。摩西甲阿伦拍落伫上帝的面前，而且是伫全会众的面前，这毋是软弱的表现，是一种信心的模样。伫混乱的现况的中间，属灵人愿意大声甲上帝对齐。伫人的心失控的时，摩西甲阿伦大声徛稳伫上帝的权柄的下面。我相信这是今仔日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位服侍的人，拢应该学习的态度。创世纪第17章嘛记载一个共款互人真感动的画面。伫亚伯兰99岁的时，耶和华向伊显现，对亚伯兰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伫我面前行做就完全，我要甲你立约，
要互你的后代家体结其罪。圣经讲亚伯拉罕第一个反应是拍伫涂骹。这个动作互人佩服的原因，是因为亚伯拉罕真清楚，凭伊家己根本就无法度食做完全人，嘛无法度完成、无才调完成上帝应允的代志。伊的身体、身躯已经老，环境甲伊讲根本就无可能。总是亚伯拉罕知影一件代志。人做袂到的，上帝毋是安尼，也会属上帝，逐项拢会。所以亚伯拉罕无辩论、无计算，家来敬拜。兄弟姊妹，当咱面对感觉绝望、面对失控、看无出路的时，千万毋通着急做结论，毋通受血气的想法去捆绑。对头到尾，圣经拢无讲信心是一帆风顺的。圣经教导咱是大心拍伫涂骹，跪落伫上帝面前，才来向前行。敬拜毋是脱离现实，敬拜是互上帝介入咱的人生。当你毋知影讲啥时，咱互相勉励。做拍伫涂骹，当你毋知影安怎行时，就来到上帝面前敬拜。当你感觉家己做袂到的时，你就伫上帝面前坦白，承认我做袂到，互上帝来做。上帝甲咱同在，毋免惊。这是民数记第14章甲第90记载。当当时以色列人全会众，拢互惊吓吞食，全会众的气氛拢是负面的声音满满。约书亚甲加勒踮伫极少数人的迄边，约书亚甲加勒。因两个人毋是无看到大汉人，毋是无了解即马去面对征战所付出的代价有偌济，毋是征战毋知影征战真艰苦，总是约书亚甲加勒选择用另外即种眼光来看共款的处境，走个侦探。看见的是对敌真悬、真大汉、真勇壮；十个侦探看见的是家己真细汉、真软只。总是约书亚甲加勒所注目的，是上帝的同在甲伊的应允。圣经记载，迄当阵约书亚甲加勒听了伊的声，伊的衫。伊毋是惊吓，是因为失望、艰苦心，看到全会众明明已经来到迦南地的边界了，踮伫祝福的门口了，却因为毋信来放弃向前行。上帝遐尼啊清楚，人却无要相信，因为安尼，约书亚甲加勒勇敢向大家宣布。迄个队实在是真好，耶和华甲咱同在，毋免惊对方，对方就是迦南地的对敌。同款的环境，却产生完全无相款的结论。迄当阵大多数的人拢讲，咱做袂到，干那真少数的人讲，咱会。因为上帝甲咱同在，亲爱兄弟姊妹，这种的比例伫今仔日的世界犹原是真普遍的。咱的人生嘛，常常伫这两种的声音的中间来来回回。这边是
一直将问题放大、扩大问题，还袂做大性宣告失败的声音。另外一种是安静、充满信心来提醒咱，上帝比困难搁较大。真实的关键从来拢毋是对敌有偌厉害，真实的关键是上帝徛伫倒一边。兄弟姊妹会记咧，上帝毋是徛伫对敌的迄边，上帝真愿意甲属伊的人同在。圣经记载讲，上帝若帮助咱啥人会抵挡咱？所以信心毋是干那相信上帝会当行神赢，搁较是伫大家拢伫埋怨、拢伫惊吓的时，属灵的人犹原保持正确的态度。咱嘛爱学习管理家己的心，毋通互别人负面的声音袂记来影响。撒旦常常透过埋怨、毋信、甲消极，互人失去信心。总是敬拜甲感谢会当帮助咱，甲上帝搁一摆来对峙。真侪时阵突破，毋是对环境改变开始。是对人的态度换新开始。保罗先生有讲一句真有智慧的话，一直困难的中间，伊讲我已经学会晓，无论伫啥物款的境遇，拢知足。感恩知足，毋是人自然的本性，你甲我共款。拢是埋怨派，不过圣经记载，保罗先生会学习，学到会晓，伫逐种的境遇拢知足。即种是属灵的操练，伫保罗的经验的中间，伊知影无知足，无法度改变环境，甲人浪费生命尔。总是伫听候中敬拜，可会当互人保持信心。咱若是要等到困难完全消失，搁来欢喜，可能一世人拢等无迄天。兄弟姊妹，咱看见一项事实，惊吓会互人失败。真侪时阵是因为，毋是因为环境真正行袂过，是因为咱伫不知不觉，目睭已经离开上帝。这个世界不断甲咱讲负面的话，将问题放大，将信心变小。毋过，圣经一摆搁一摆提醒咱，即个颠倒并世间的真理，上帝比世界搁较大。请甲隔壁讲，上帝比世界搁较大。约书亚甲迦勒所面对的是同款的对敌，同款的大汉人，同款的战场。毋过，两派人结论无共，关键毋是环境，是伫迄个时阵看见啥人甲伊同在斗阵行。摩西伫临终以前，甲约书亚讲，互伊的毋是策略，毋是方法，是一个应允。即句话就是摩西提起约书亚的，耶和华要行伫你的头前。即句话就是甲诗篇23篇所讲的差不多。
野花行伫头前，随田行过四面山谷，拢毋免惊。上帝伊世界搁较大，兄弟姊妹，2025年、2025年、2025年已经结束。伫即年的中间，有真侪当感恩的代志。咱的人生嘛，毋是停留伫2025年尔。不管是咱个人的生命，还是信仰团体规定的人的未来，拢爱继续往前行。兄弟姊妹，毋免惊，因为毋是因为你真强，是因为上帝有够大。毋是因为你已经看见结果，是因为上帝早就知影结局。当咱行袂落去的时，咱来互相勉励，会记哩，仰头看上帝。当咱互惊吓包围的时，咱大家互相勉励，会记哩趴伫涂骹，跪落伫上帝面前。当你感觉世界真大真重的时，咱来做伙来宣告：上帝比世界搁较大。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上帝求你来帮助，互阮无看见世间所互阮的压力甲惊吓，阮看见你是比世界搁较大。求你互阮勇气、气力，而且领受一个感恩知足的心来孝顺2025年上帝所赐予阮的恩典。嘛求你继续帮助兄弟姊妹已经来到教会，会当用感恩的心继续往前行，来进入2025年，来三甲去做上帝荣光的教会，去做荣耀的家庭，去做合一的肢体。求你来保守阮头前的道路，阮搁一摆来宣告：上帝比世界搁较大。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来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用圣诗第296首，耶稣叫我来行天路，请大家起立来用。我。
请大家会当掀开手报，我来报，请大家来看。东港事项的部分，本周甲下周，请有关的东港所在东港，请来家己来注意。聚会人数甲方面，也请大家来看遮个数字。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的部分啊。第一，因为今日是今年度的上尾一个礼拜，所以请孩儿姊妹有要奉献，请伫今日来完成，因为今日的财务组的关照。第二，今日下晡的1点有小会啊，所以请有关的同工来备办新来参加。第三，明年度的信徒手册已经完成，来请甲后面甲干事来拿取。有定明年度的读经事宜，嘛请来向干事来领。第5点，后主日礼拜了后有爱餐。所以请孩儿姊妹会当自备餐具来享用。第六，下主日的下晡1点有1月份的中职会，所以请有关的中职同工来备办新来参加。第7点是一件喜事吼，所以真恭喜安宇成弟兄是安志明弟兄甲乔金姐的儿子哦。伫后礼拜六。1月3号的下晡2点半，伫教会来举行婚礼，这是真特别，因为伫即个换新的礼拜堂也无直接结婚的，所以这是头一对。伊本人嘛有到现场，那个小安弟兄哦，所以嘛邀请大家遐姊妹，是即个新的礼拜堂的头一对结婚的青年哦，所以。嘛邀请家己姊妹来管理，所以可能会当登记后礼拜六下晡2点半，因为准备相关的点心，所以说嘛是邀请大家后礼拜六的2点半来参加这个安宇成弟兄的结婚典礼。补充，这是咱来奉献。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书献的同工。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伊是第2摆来来到咱的中间感谢主陈怡芳、陈怡芳陈怡芳姐妹来咱我们来欢迎怡芳姐妹。他们3个有第摆来到咱中间的今仔日是最后一礼拜伫咱2025年。我相信伫明年度，咱的教会各方面拢会有继续向前跑走的规律所以求主保守带领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愿主嘛祝福咱已经经过1年久所以求主保守带领来帮助互咱会当搁较进步。明年度咱台语场、华语场要准备伫3月份做伙同时间10点开始礼拜毋是1月份3月份过年过了后，所以后礼拜会即个要甲兄弟姊妹的周报顶悬嘛，佫会写要写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所以咱小可注意一点，明年度3月份开始台语场甲华语场，目的是啥？就是真期待5人你看头前遮拢空头前遮拢空，咱坐好满好无？好。有信心嘛？坐好满好无？好。大家爱加油，努力打拼，愿主祝福。以上。即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是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11节，请咱大家来读。我讲的是对我教的因为我已经读书，我是因我理解。即是咱来吟上言的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临时煞请牧师来替咱祝祷。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大家等待后走线，来互相行平安礼。
我先载我妈妈回家，等下再来讨论。好，我可以先从那边等。我下面刚好说，不吃可惜哦。对，这几个。